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大家早晨，歡迎收睇星期日朝頭早嘅天氣報告。我係梁浩明。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而家係影響緊廣東沿岸㗎。咁由於大氣嘅水氣唔多，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可以見到，廣東沿岸今日嘅雲量都係比較少㗎。咁我哋預料今日都可以見翻唔少嘅陽光。去到朝頭早6點鐘，香港各區嘅氣温就介乎喺20至到23度之間。預料今日天色都會係唔錯，咁所以今日日間嘅天氣都會比較温暖㗎。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嘅最高氣温係大約27度，而新界再高1-2度。風方面係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㗎。咁喺度提提大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表示火警係容易發生。咁大家記得要注意火種啦。咁雖然咧東北季候風喺今日同聽日係會影響住我哋，咁但係嚟緊有個天氣變化，大家要留意，因為我哋預料一道冷鋒會喺星期一夜晚至到星期二初時抵達廣東沿岸㗎。咁受佢隨後嘅強烈東北季候風同埋一道廣闊嘅雲帶影響，今個禮拜中期咧呢一區嘅風勢係會頗大，天氣係會顯著轉涼，而內陸地區嘅天氣係會寒冷㗎。咁所以香港天氣嘅展望方面係，聽日會係大致天晴，日間温暖，夜晚咧北風係會逐漸增強㗎。咁去到星期二咧，天氣會顯著轉涼。去到星期三咧，氣温係會下降至13、14度左右㗎。咁由於嚟緊幾日嘅天氣變化都比較明顯，咁大家記得要注意保暖啦。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下次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嘅健康風險預測，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呢節 Now 早晨嚟到呢度。